晚飯後很好的運動是什麼？不是散步，也不是跳廣場舞。晚飯後的一件事情就是練一套武當太極養生功。如果你不想擁有健康的身體，那麼你就可以劃走了。剩下的人一定要把這套武當太極養生的功法課程呢領到自己的手機上，不用出門，也不用專業的器械，有事沒事呢打開手機跟着練，5天後呢你就會收穫一個體魄強健、氣息雄韌的自己。這個由我開創的武當太極養生功，一邊做一邊就能夠感受到氣血的流動，動作簡單易學，不用擔心年齡大沒有基礎。大家好，我是清源，武當三豐派第14代正宗傳人。我把我30多年的太極教學經驗整理成這套適合中老年朋友學習的太極入門課。鏟到這個視頻就說明你獲得了學習資格。我會帶你從起勢開始，循序漸進的學習太極功法和道家呼吸道引術。5天後呢，氣息越來越穩，走路有勁，氣息透涼。課程已經放在下面了，不需要下載，也不需要填寫個人資料，不限年齡，不限地域，誰都可以學習。課後還有專業的助教老師，24小時答疑解惑。現在點擊下方鏈接就能練習。